各位好啊，咁歡迎嚟到今晚嘅環節啦。今晚咧就有呢個債市心電圖啊，繼續有我同聶 Sir 咧同大家發掘下咧有邊啲公司係即係個質素可能有啲嘢值得探究，而盡量去避免持有嘅。咁今日其實近排呢幾個禮拜都幾好講，因為好似每個禮拜咧都硬係有啲公司咧就突然間暴跌。咁繼之前嘅輝山咧，今日輪到咧。都有一隻股票咧，最多中國金控嘅，中國金控係啊875啦嚇，就盤中價試有大跌8成幾嚇，咁啊臨尾收市都要跌5成7咁樣，就懷疑遭洗倉。咁其實呢隻股份咧亦都有出債券嘅喎嚇咁樣，咁佢自己公司發咗一隻債券係零息債券嚟 ，zero coupon bond 嚇咁樣。咁亦都係一個 convertible， 佢有一個可提早可轉換嘅特性嘅咁樣。咁點都好啦，佢就係一間發債機構，而香港有公司有上市。咁我哋主要咧節目都想探究下無論你有冇揸佢嘅債券都好啦。其實點樣睇呢啲公司咧？係值唔值得再持有？又或者就係有冇機會可以提早洞悉到呢啲將遭洗倉嘅公司，令自己咧就大啲機會可以走得甩咧？好似阿聶 Sir 都揾到幾個疑點俾我哋可以即係思考一下喎。係啊，咁樣啊，咁咧就嗱，其實咧簡單嚟講咧，我哋睇一間公司咧，佢嗰個財政狀況得唔得嘅時候咧，咁你最主要咧就可以留意下咧，佢有冇咧經常咧出一啲咧集資嘅公告啊，咁樣。咁咧就咧即係譬如頭先阿林 Sir 講啦，係啦，阿聶 Sir 通常都講得好斯文嘅嚇，咁粗鄙啲嘅形容就留翻俾我。總之兩條蛋散 cap 水咯嚇。係啦，咁樣啊，咁咧即係好似頭先阿林 Sir 咁講啦，咁咧就咧可換股債券其實即係一種形式啦，咁樣啊。加上佢 zero coupon bond，即係唔派息嘅債券。其實調翻轉，你買得債券咧，多數都係為求利息。咁當然有啲人咧係都用投資角度去買零息債券。咁例如嗰條債券 sell at discount 嘅，佢60幾蚊買，即係而家嘅價60幾。咁你知債券到期肯定係100㗎嘛，咁啊 zap 佢咗4成價咁樣。咁但係好明顯咧，呢間公司出嗰條就唔係為咁嘅 purpose 啦嚇。係，同埋咧佢係 at par 嘅，即係咧唔係 discount 嘅，即係價又賺唔到，係啦，借錢又唔使成本，唉陰鬼。係啊，所以咧其實咧就會即係咧呢一張嘅CB 咧嚇，咁咧就係咧有少少得意嘅地方啊，因為咧之前咧佢同嗰一個嘅承配人去傾嘅時候咧，咁咧就係咧做3億5嘅咁樣啊，咁咧嗰個本金係3億5，但係咧最終咧埋單嘅時候咧就淨係3億3嘅啫，即係咧相對上嚟講咧，其實咧都係減咗啲價嘅咁樣。咁咧嗱，除咗呢一樣之外咧，咁咧佢咧就嗰個咧轉換價咧就係1毫2仙2嘅。咁啊對比翻咧當其時嘅股價咧就係咧毫7字嘅。咁啊咧所以咧其實咧如果嗰個嘅債券持有人咧，其實佢唔轉做股票嘅時候咧，相對上咧佢就等於係冇得賺嘅咁樣。咁啊咧即係變成咗咧，其實咧就喺一個折讓嘅情況之下咧，相對上咧佢就係一個誘因咧嚟到去咧將嗰一個嘅債券咧就全數咧就轉咗做股票嘅咁樣。咁啊咧即係事實上咧佢咧就真係將佢咧全數轉咗做股票嘅，而且咧相對上嚟講咧，亦都咧嗰個速度咧係比較快啲嘅咁樣。一粒就 convert 咁滯啦。接近啊咁樣。咁咧因為咧佢係咧上年嘅11月25號。就係宣布咧，就係咧完成呢一個嘅可換股債券咧，去發行嘅。咁咧就咧喺12月頭嘅時候咧，其實只係幾個交易嘅啫，就唔係轉少少啊，係一次過將所有就轉晒嘅咁樣啦，轉得晒佢係。咁咧，而且咧，轉嘅時候咧，即係咧計翻條數咧，亦都係咧比較多嘅咁樣啊。咁嗰個股數咧係超過20億股嘅咁樣。咁咧，所以咧，即係咧，你都會留意到咧，如果咧突然間咧市場上面咧充斥咗20億股出嚟嘅時候咧，相對上嚟講咧，即係你唔好睇話咧今日個股價大跌啦，就算咧佢唔係今日大跌都好啦，你咁樣係咁俾人哋去拋貨出嚟嘅時候咧，拋下咧，其實咧都會由毫7字咧就跌到落去毫2字啦。咁樣啊，咁啊咧，所以咧，即係正因為係咁嘅時候咧，如果大家咧有留意佢嗰個股價表現咧，其實就由12月咧去到琴日咧，就一路咧就有一個咧陰跌嘅格局咧，就一路由咧毫7字啊一路跌咧跌到去咧1個2毫7。或者咪咁諗啊，即係其實我係老闆，我啊整幾手 CB 俾你，咁啊等你有咗成10幾20億新貨源，咁咪由12月晾住派到而家，咁咪賺到錢咯。
係你可以咁講，即係對個債券持有人嚟講咧，就等於係賺到錢咯。但係如果咧喺散戶嘅角度嚟講咧，見到啲咁嘅 CB 咧，其實相對上咧就應該係避之則吉嘅。係啊，所以留意到其實呢個都係一個咧令到老闆即係嗰啲有心人啊，突然間揸多好多貨嘅策略嚟嘅喎。係絕對係嘅咁樣嘅。咁咧因為咧其實咧佢我見到佢咧，佢個成交量咧係相對上咧係正常嘅，即係佢冇話咧因為咧喺12月嘅時候咧，突然間咧就多咗20億新股嘅時候咧，個成交量就突然間飆升。咁換句説話嚟講咧，其實佢係逐啲咧嚟到去派出去個市場。都做得幾嚴密，做得幾靚喎。係啦，冇錯，派咗成3個月嘅，即係有呢一隻唔係3個月，係4個月，因為由12月頭開始派啊嘛。嗱，而家派晒未咯？心急啲咁講，應該冇錯，係啦，派晒。所以點解今日跌就係咁解啦。所以其實咧，你知道咗嚇，即係 CB 究竟係啲咩啦嚇，咁啊同埋當後嘅原理咧，其實再睇埋個成交量，咁咪就可以計得到佢幾時俾人洗咯嚇，即係約莫啦嚇。其實無獨有偶咧，如果你咧計咧3月嗰個累計成交量嘅時候咧，就啱啱係20億股多啲，即係派到恰粒。所以而家你見到咧嚇，都係4月頭到啫嘛嚇，就已經就突然間大冧啦咁樣啦，即係咧嚇，即係兩樣嘢係夾得好巧。所以有啲嘢咧就即係雖然話預測咧就冇話一定中，不過其實知識知多少少咧，跟阿聶 Sir 學下嘢咧，咁就有啲嘢係真係可以 predict 得到，唔係純粹個巧合嚟啊咁樣。係冇錯咁樣啊，即係咧，因為咧，其實你都要咧去聯想到咧，到底係同呢一件事有關係先得。因為咧，事實上咧，如果你話嗰個可能換股債券咧，雖然咧就話係11月嘅時候就完成咗，但係咧，如果追溯翻之前嘅時候咧，佢4月就已經咧話去發行嘅。咁即係話咧，相對上嚟講咧，係用咗超過7個月時間嚟到去發行呢個可換股債券，所以咧嚇，相對上嚟講咧，我係都喺屋企做一啲功課嚇，睇過晒咧佢有唔同嘅財技嘅手法，咁啊相對上嚟講咧，呢一則嘅公告咧，我就覺得個參考性比較高，所以咧就同大家去分享下咁樣樣嘅。明白，係啦，CB 係其一致命點啦。係啊，冇錯，咁樣咁咧嗱，除咗呢一樣之外咧，其實咧嚇間公司咧，亦都咧去宣布咗咧去配售呢一個嘅股份嘅，咁咧就喺12月嘅18號，咁所以咧你會留意到咧，佢喺11月25號佢完成咗呢一個發 CB，然之後就喺12月18號咧又發新股咧，其實前後咧都唔夠1個月嘅咁樣，咁所以你隱約已經見到咧呢間公司咧相對上嗰個財政狀況咧就唔係幾好啊咁樣啊。咁正常嚟講咧，即係咧佢就係買資產嘅咁啊，咁咧就咧即係話咧，如果佢相對上有錢嚟到去做呢個動作嘅時候咧，應該理論上咧就係咧去用錢嚟到去買資產，但係相對上嚟講咧，而家咧佢就係用咧一個發新股嘅形式，咁啊以至到咧而家就仲喺度拉鋸緊，即係嗱，如果你俾錢人嘅話咧，好容易就已經咧係傾掂咗數㗎啦咁樣，咁啊但係咧而家咧已經係歷時咧已經係接近係4個月嘅時間，咁啊咧，但係咧都仲係好似咧就用一啲補充協議，大家傾緊咁樣，咁啊所以咧就變咗就未成事啊咁樣。唉，咁啊，好似如果啲人而家揸咗呢啲股份，咁聶 Sir 點樣睇咧？咁啊今日跌咗成5成幾，仲應唔應該即係有得諗咧？嗱，其實咧嚇佢相對上嚟講咧嚇就咧叫做係冇咁危險嘅嗱，因為咧最多咧就跌8成幾，咁咧就係咧最低嘅時候咧就跌到落去咧係1仙9嘅，咁咧就咧其實而家收嘅時候咧就收5仙4嘅，所以咧相對上嚟講咧，如果你由個低位係啦去翻咧。今日嗰個收市價嘅時候咧，相對上咧就已經係升翻唔少㗎啦，咁樣。咁所以咧，我自己嗰個睇法咧就係咧，如果你話揸住呢一隻股票嘅時候咧，咁咧就咧，如果你見咧嚇到因為其實咧嚟緊都放長假啦咁樣啊，咁啊咧可以睇埋係下個禮拜啦。如果你見到佢個股價咧就冇跌穿咧呢個5個先收市嘅話咧，相對上嚟講咧應該就已經跌定咗，咁就唔需要話咧考慮止蝕啦。咁啊好啦，但係咧咁唔好彩咧，你發現佢連續2日咧都係收低過5仙嘅時候咧，咁啊唔排除咧，就算唔係洗倉式咁跌咧，都有機會會再繼續陰跌嘅咁樣。咁嘅時候咧，咁啊應該咧就考慮離場就會好啲。不過你問我呢個股份都可能個有心人都控制得幾好啊！個揸 lift 其實今次只不過揸 lift 就由10樓揸翻落1樓啫，咁而家就升翻做3樓，咁佢又冇失控嘅。只要佢肯繼續揸 lift，咁你揸住佢，總有一日揸翻上7樓10樓嘅。
你可以咁講嘅。咁啊，同埋咧就值得留意翻，今日嗰個成交量咧係超過咧120億股嘅。咁啊，對比翻咧呢一隻股票咧，佢嗰個發行嘅股數咧，其實大概係96億股。咁即係話咧，應該就所有嘅股票都洗咗一次牌㗎啦，咁樣。咁咧即係你更何況咧，如果你咧就剔除翻咧2名大股東加埋咧就揸住10億股啦。咁咧即係話咧，其實街貨嚟講咧就應該係86億股。咁啊對比翻咧就120億股嘅時候咧，咁啊肯定係啦，冇錯啦咁樣。咁啊即係所以咧，從呢個角度嚟到去睇嘅時候咧，咁啊咧應該咧就咧未必會再跌咯咁樣。咁啊所以即係當然穩陣就以我頭先嗰個嘅價格嚟到去做一個嘅參考咧咁樣。咁咧嗱，除咗呢一樣之外咧，即係講到成交量咧，有陣時咧我哋都會留意翻咧，佢咧有冇一個嘅貨源歸邊嘅情況出嚟嘅咁樣。咁咧即係個意思咧就係話咧，到底佢嗰一個個街貨嘅情況咧嚇，會係咧屬於係咧一個分佈嘅情況係點樣樣啦？咁咧就咧我睇翻咧以琴日咧嗰個中央結算系統啦，即係我哋叫做 CCASS 嘅數據嚟到去睇嘅時候咧，咁其實咧都有好多券商揸住呢隻股份嘅，係有咧就係咧308名嘅。通常呢個指標咧就係咧100名以下就算係少，如果你話咧嚇多過200名都算多啊！而家咧係超過300名嘅。見啦，啲貨散晒俾啲老散啦。係啦，即係你可以咁講，即係咧亦都咧解釋得到咧嚇嗰20億嘅貨咧嚇嗰個 CB 轉出嚟嘅貨咧，即係咧點樣嚟到去做嘅時候，就係咧你見到咧咁多券商揸住咧，肯定係好多散戶已經揸咗呢個貨。恭喜曬啲有心人，今次成功咁樣空手入白印喎。係冇錯。其實發個 CB 係要少少，你可以咁講，嗰隻債券虛無啊嘛。係冇錯。當然要啲律師費、會計師費成本，但係就無啦啦產出咗啲價值啦。係啦，但係同埋咧嚇對間公司嚟講係一件好事，因為咧佢就收翻3億3翻嚟咧，可以慢慢搣嘅。係啊，係啊，老闆更加有心機揸 lift 啊。係冇錯。好，喂，咁啊，我哋今日第一 part 講到呢度啦。咁啊，另外講多樣嘢，都知道聽呢個節目嘅朋友咧啊，對於債券同股票都有啲興趣。咁我哋 Home Broker 同富途合作緊啦嚇。咁啊 ，through 我哋 Home Broker 嚇，透過我哋 Home Broker 去申請富途嘅呢一個富途係一個證券商，咁係騰訊持股嘅證券商嚟嘅嚇。咁啊，佢哋喺香港咧就有證券行啦，亦都有網上買賣證券平台。而家佢嘅網上買賣證券平台咧係做緊一世真免佣嘅，有別於其他啲銀行咧，呢間證券行咧佢做嘅港股買賣係出同入咧都免佣，就唔會有啲銀行就話佢單邊免佣，佢係真免佣嚟嘅。咁如果想攞翻呢個優惠，因為呢個優惠如果你喺出邊街做咧，佢而家街係做緊2年免佣㗎咋。咁但係我哋特別嘅合作商就可以有呢一個一世真免佣啦。咁如果想做嘅話咧，你去翻呢個 post 其實有條 link 啊，你 click 入去寫翻我哋嘅 referral 嗰個 number 嚇，跟住然後輸入翻啲資料咧，再撳翻會員專頁嚇，就要求咧佢派人嚟認證你嚇搞，咁佢真係會有個人咧。就你位置嚟認證你嘅嚇，認證咗之後個戶口就用得咯嚇咁樣，咁所以就大致你幾個動作嚇，一就按 link 填表，二就去會員專頁咧按一個掣叫佢去嚟認證你，三就係同佢專人見面嚇。但係點都好啦，填咗表先嚇，呢個第一樣嘢嚇。咁第二樣嘢就係咧，我哋4月24號咧同聶 Sir 有個呢個講座，係就係好似頭先咁講啦，我哋今日就研究咗875啊嚇咁樣。咁聶 Sir 嗰個會精選另外一隻股份咧，同大家研究下。就如果你有興趣知道咧，一間公司易唔易執，例如你係債券投資者，你係上過修飾堂，你係好想知道咧會有咩因素影響到間公司執笠嘅，你可以俾30蚊嚟上。咁因為呢個係講座形式嘅，收費平啲嘅嚇，咁30蚊嘅啫。又或者咧，你可以咧就係想知道有啲細價股爆升嘅原理咧，當晚4月24都會講嚇。如果要報名嘅話咧，都可以喺呢個 post 入邊揾到 link 報名。咁最後啦，我哋送書啦嚇，物流通識呢本書嘅作者咧就係DHL 亞太區創辦人咧鐘普陽教授咁樣。咁佢入邊咧會講下就係譬如香港嘅物流發展歷史啊，同埋嚟緊香港物流發展有乜機遇，同埋珠江三角洲物流發展究竟係點樣嘅嚇咁樣。咁如果想得到呢本書咧，咁請你就share 翻我哋呢個 post 啦，留意2個 share 嚇，要 public share 你同埋你朋友2個嚇。第二就答翻個問題，問題就問下我哋今日講過呢隻股票，即係嗰個主角。佢嘅公司名係咩咯嚇？咁應該唔使再多提，你都一定知㗎啦嚇。咁我哋一 part 喺度咁先，好。